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。你看，最小是我这样子，现在你自己选中分钟两站，对吧？更是绝。您好，观众朋友，这里是西藏卫视。本周龙之燕之美梦节特别龙之线版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。阅天地，闻天下，行高原，见高远。